镜头转来看国内，海巡署伫咧今仔早起伫高雄兴达港的海巡基地，为4只船舰举行联合驻役典礼。这4只船舰平均是已经服务未到30天的时间，要执行真济救援，也阁有处地任务。海巡署表示，这对因来讲，毋若是一只船尔，更加是老战友，嘛感谢因这几冬来对渔民也阁有国家保护。 贵宾用白色油漆豆豆啊，将船舰的名号抹掉，刷落来将船顶的国旗降落来，代表这只船已经正式渡役。海巡署舰队分署25早起伫高雄兴达港，为卫星舰、顺河1号、平湖舰、花莲舰举办渡役仪式。海巡署表示，这4只海巡船舰平均服务时间接近30年，伫海上保护国家、守护渔民，完成济任务。现在要渡役，因除了唔甘意外，也满心的感谢。我们不只是目送一艘舰船的退场，更是敬送一位 老英雄回家，让我们以最高的敬意向他致敬，向这位老伙伴说一声辛苦了，欢迎回家。影片当中展示这4只船舰因轨事迹，唔有对受困渔民的即时救援，冇中国违法抽沙船的处地执法。其中2000吨的卫星舰已经33年，服务时间上久，也是第一只顺利完成实弹射击的海巡船舰。这33年来，是海巡人员上有力的瓦口之一。我相信。 未来无论是新建服役或是新血加入，这份对海上安全以人道关怀的使命，都会继续传承下去。与主权、海巡朗朗上口的事，不挑衅、不冲突、不回避。 海巡署表示，这4只船舰的渡役代表的是世代交替，全新打造的12只安平级的巡防舰已经陆续加入海巡行列，未来会代替因继续在海上守护台湾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场报道。